大家好啊，我係 K2 班陳後晴嘅媽媽。當初點解會揀人幼稚園呢？係因為喺街上面見到人外嘅學生啦，好精靈有禮貌啦，咁同埋我好中意佢哋個露天操場。一諗到我小朋友咧，佢可以喺度曬下太陽啦、跑跑跳跳啦，我就覺得好自由，好想佢入嚟讀啦。入讀咗之後咧，發現學校都好着重學生嘅品德發展喎。好似後晴咁樣咧，佢就特別中意聽校長講聖經故事啦、唱詩歌啦。咁翻到屋企咧，又會唱翻俾我聽，同埋講翻個故事俾我聽。慢慢發現佢咧多咗分享啦，又識得安慰同關懷身邊嘅人。有時佢講嘢成個大人咁啦，我覺得好驚喜㗎。其實愛係好抽象嘅，但係後晴喺呢個過程中都學習到，同埋都做到，相信對佢將來成長係好重要嘅。大家好，我係 DN 班李允兒嘅媽咪，我自己都係呢度嘅畢業生嚟㗎。仲記得以前幼稚園冇咁多色彩繽紛嘅佈置，設備亦冇而家咁多，操場只係得幾個車仔同埋一個小型嘅波波池。到而家同允兒再報讀返仁愛，發覺改變咗好大。除咗環境舒適之外，亦多咗好多親子嘅活動。幼稚園定期都會舉辦一啲活動嘅教學，有次舉辦一個 Maxi Play。向操場劃分咗幾個攤位，小朋友玩得好開心，又會增加唔同嘅茶點，等小朋友可以嘗試唔同嘅嘢。有時亦都會安排一啲高年班同低年班嘅小朋友一齊玩，學習照顧其他人。以前個女就喺呢度讀書，而家輪到個孫都喺呢度讀，感覺都好特別咯。好多謝老師嘅悉心嘅關懷，允然喺呢度自理同自立嘅能力都做得好好，呢樣嘢係令我最開心嘅咯。大家好，我係 K3 班呂浩軒嘅媽媽。我有3個小朋友嘅。第一個大哥咧就喺2022年畢業，二哥浩軒咧今年就會畢業啦。嚟緊10月咧，細佬都會加入仁愛幼稚園嘅。學校都有一啲自然科學實驗嘅活動啦，佢要我哋爸爸媽媽同啲小朋友一齊做實驗咁樣。小朋友喺過程裏邊咧，其實佢哋都好好奇嗰個實驗結果係點。其實呢啲對佢哋嚟講都係啲好難得嘅經驗。其實仁愛幼稚園咧，佢有好多親子嘅活動，我哋都報咗名參加咗好多唔同嘅活動。如果講最深刻嘅話咧，我覺得會係同阿仔仔一齊嘅田園種植嘅活動啦。喺上年10月開始咧，我哋種呢個生菜，大家都話生菜係生得最快又容易成長咁樣，所以我哋種種子嗰日咧已經都好期待收成，大家諗住好快有炒生菜食咁樣。嗰陣時咧，浩軒咧佢都好用心啦，每日帶佢返學都會即刻拖埋我，媽媽，我要去田園嗰度睇下我棵生菜啊，究竟啲泥土會唔會太乾啊？要唔要淋水啊？要唔要除草？佢都好用心嘅。我覺得呢個活動可以培養小朋友有責任心啦，同埋有耐性。等都知道自己有努力嘅話咧，都會有付出，都會有啲成果。呢啲都係一個好好嘅經驗。大家好，我係基督教海面傳道會仁愛幼稚園嘅白校長。我哋學校一直以小朋友嚟到去為本，我哋會用一個活動嘅教學同埋主題嘅教學，希望幫助到小朋友能夠自主學習，勇於嘗試同埋創作。我哋校園有一個好大嘅特色，就係同時有一個戶外同埋戶內嘅操場，小朋友可以喺度進行唔同嘅活動，譬如好似玩水啦、BBQ、帳幕下說故事。逢星期五，我哋更加有親子讚美操，邀請家長入校園同埋小朋友一齊透過舞蹈讚美天父。除咗校園入邊嘅學習，學校亦都深信走出課室嘅學習能夠擴闊小朋友嘅視野，所以學校由 DN 至到 K3 會因應唔同嘅主題安排佢哋出外參觀，譬如好似城街島、天星小輪、坐山頂纜車、爬龍舟等，增加佢哋多元學習體驗同埋生活經驗。除此之外，學校都好重視家校合作，每個月星期六都有家長團契，透過多元化嘅活動內容，例如有唔同嘅家長減壓活動、家長講座、親子聖經故事等，透過唱詩歌、家長們嘅分享，我哋希望讓仁愛成為家長們嘅加油站。喺度我哋亦都特別多謝咁多位嘅家長一直對學校嘅支持同埋信任，家長義工嘅人數達至我哋學校嘅2/3。睇到家長對學校嘅信任同埋投入感，好希望日後嘅將來我哋學校同埋家長繼續能夠攜手合作，能夠提供一個充滿愛嘅環境裏邊，俾小朋友繼續成長。